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滋味人生，我係慧心。今日嘅日頭好嗎？食反梅。前2日我去一個老朋友家裏作客，睇到咗一幕讓我心裏頭挺震驚嘅畫面。呢位朋友家境唔錯，但喺收拾餐桌嘅時候，唔管係幾百塊錢一斤嘅高級海鮮，係1把幾10塊錢嘅青菜，只要係呢頓飯梅食完嘅，佢二話唔沖，通通倒進廚餘桶，絕不留到第2日。我睇住嗰啲鞋剩翻大半盤嘅菜，心裏頭嗰個惜物嘅習慣就冒出嚟啦，忍唔住問佢呢個多色啊，放冰箱聽日熱一熱鞋能食啦。結果朋友一臉嚴肅咁同我講：慧心啊，呢個你就唔識啦，隔夜菜全係毒，食咗要生病噶。呢個點菜錢同一藥費比起嚟，咁係小巫見大巫。回廻嘅路上，我一直喺度勒呢件事，確實現在網路資訊咁嘅發達。我哋常聽到有人話隔夜菜味有亞硝酸鹽，隔夜菜味致癌，搞得大家人心惶惶。可係真係有必要似我朋友咁樣，將所有嘅剩菜都視為洪水猛獸嗎？其實啊，呢個事唔能夠一概而論。我哋呢一輩人係從苦日子過嚟嘅，節儉係刻在骨子裏嘅美德。要係真係筆都丟，嗰先叫暴殄天物呢。但係慧心今日要特別提醒大家，雖然大多數嘅菜保存得當係可以食嘅，但真係有咁幾種特定嘅食物，哪怕再捨不得，亦都請你一定要狠下心嚟，該丟就丟，因為佢哋喺隔夜之後，真係會變成威脅健康嘅隱形殺手。今日慧心就嚟同大家掏心窩子地聊聊，到底係邊幾種菜，我哋絕對唔能夠留。講到呢啲第一種，絕對唔能夠留嘅食物，我想好多愛食鮮味嘅朋友心裏可能會糾結一下，咁就係我哋逢年過節聚餐請客最常出現嘅海鮮，不管係清蒸嘅蝦子、蔥薑炒嘅螃蟹，係個中大火爆炒嘅魷魚，或者係鮮甜嘅海鮮湯。呢啲菜剛上桌嘅時候，咁真係人間美味，蛋白質豐富，營養又高。可係啊，海鮮呢有個特點，佢特別嬌氣。你試想下，海鮮原本係生活喺水裏嘅身上，難免帶住各種細菌。雖然我哋煮熟咗，但係喺食嘅過程當中，筷子翻嚟覆去，溫度慢慢降落嚟，呢個時候佢就成咗細菌嘅溫床。特別係有一種叫做溶血性弧菌嘅細菌，係有一啲我哋肉眼睇不見嘅微生物，佢哋繁殖嘅速度快得驚人。我以前有個鄰居就係捨不得丟嗰幾支梅食完嘅螃蟹，想講放冰箱冷藏應該沒事，結果第2日攞出嚟熱攞一下食，沒過幾耐就開始上吐下瀉，最後捱得去醫院掛急診。醫生話海鮮隔夜後不僅會產生蛋白質降解物，損傷肝腎功能，而且嗰啲細菌即便喺冰箱嘅低溫環境下，亦沒辦法完全停止生長。更重要嘅係海鮮隔夜後嗰個鮮味全沒啦。口感變得似橡皮筋一樣硬，腥味係特別重，所以慧心建議大家海鮮呢類東西，我哋講究個買幾多食幾多，盡量當頓食完。如果真係剩翻咗位啦，身體住上還是別留戀啦。跟住我哋要聊嘅第2種，係夏天大家最愛食嘅涼拌菜。天氣熱嘅時候，嚟一盤拍黃瓜、涼拌豆皮或者係涼拌粉絲，食落去清爽解膩，做法又簡單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涼拌菜同我哋一般嘅熱炒菜有個最大嘅唔同，咁就係佢大多沒有經過高溫殺菌嘅過程。好多涼拌菜，淨係涼拌木耳、涼拌海帶絲，都係湯下就撈起嚟，或者直接生搬。喺製作過程中，我哋嘅菜刀、砧板，甚至係裝菜嘅盤子，如果沒有經過嚴格嘅消毒，好容易就會帶入細菌。再加上我哋食涼拌菜嘅時候，大家你一筷子，我一筷子，口水中嘅細菌亦會混進去。更要命嘅係，涼拌菜一旦做好啦，加咗醋、醬油、蒜泥呢啲調味料，混合咗食材本身嘅水分，咁簡直就係細菌嘅天然培養皿。就算你將佢放進冰箱，冰箱只能延緩細菌生長，唔能夠殺死佢哋。特別係好似豆皮、粉絲呢類澱粉同埋豆製品，隔夜之後特別容易變質發酸。好多時候你第2日攞出嚟聞一聞，可能煮得味道而好沒有明顯嘅酸臭味，但其實裏面嘅微生物數量可能已經超標咗幾千倍。呢個總體唔見嘅危險最可怕，食進肚、裏清脊拉到，中脊引發腸胃炎。
所以涼拌菜呢一影絕對係當餐限定，千萬別想住留到聽日當小菜。第三，總要提醒大家嘅係現在好多年青人，甚至我哋自己亦啜得口感好好嘅溏心蛋，亦即係嗰種蛋黃鞋莓有完全凝固呈現流動狀態嘅雞蛋。呢個種蛋食起嚟滑嫩順口，確實好美味。但係從食品安全嘅角度嚟睇，溏心蛋其實就係沒有煮熟嘅雞蛋。我哋都知道，雞蛋好容易受到沙門氏菌嘅污染。把雞蛋煮全熟，蛋黃片硬咗，通常能夠把呢啲細菌殺死。學係溏心蛋，因為加熱時間短，蛋黃中心嘅溫度往往達唔到殺菌嘅標準。如果你煮好咗馬上食，咁係沒問題嘅，我哋嘅胃酸係能抵擋一陣。但係如果你將沒煮熟嘅溏心蛋留到第二日，咁情況就完全唔同啦。蛋液裡面嘅營養物質加上殘留嘅細菌喺放置嘅過程中為大量繁殖，特別係我哋中老年人、孩有家例嘅小孫子，腸胃功能同免疫力相對比較弱，食呢種隔夜嘅溏心蛋風險非常大，好容易引起急性腸胃炎。上吐下瀉嗰種滋味真係唔好受，所以如果你想留雞蛋到第二日，請一定記得煮嘅時候要將佢煮到全熟。咁種鐵蛋、滷蛋相對安全一啲，但半生唔熟嘅溏心蛋絕對唔能夠留。接落嚟呢個第四種聽起嚟可能有點嚇人，因為佢曾經上過好幾次新聞頭條，造成過嚴重嘅食物中毒事件。咁就係泡發過久嘅木耳、銀耳。夏天到啦，好多媽媽喜歡煮個銀耳蓮子湯，或者用黑木耳炒個肉片，通血管又健康。呢啲鉗或本身係酶問題嘅問題，出在泡發呢個環節。有時候我哋唔小心泡多咗或者毀啦，方便一次泡一大盤，諗住分幾天食，或者有時候忘記咗泡喺水裏一成日，甚至係過夜。衛生要非常嚴肅咁告訴大家，呢個係一個非常危險嘅習慣。木耳同銀耳喺長時間嘅泡發過程中，特別係喺夏天氣溫高嘅時候，非常容易滋生一種叫做椰毒假單胞菌嘅細菌。呢個名聽起嚟好繞口，你只需要記住佢會產生一種可怕嘅毒素，叫做米 Q 菌酸。呢個種毒素最可怕嘅地方在於佢非常耐高溫，亦即係講，就算你第二日將呢個木耳攞去高溫爆炒，或者放喺鍋裏煮好耐，呢個毒素依然存在，破壞不到。一旦食落去，佢會直接攻擊我哋嘅肝臟同腎臟，致死率非常高。我睇到過好幾則新聞，都係因為捨不得丟掉泡發咗一兩日嘅木耳，結果一家人都進咗加護病房。所以對於木耳、銀耳呢類鉗或，我哋嘅原則係食幾多泡幾多，限泡限食最好。如果發現泡多咗，只要超過咗幾個鐘頭，水有點渾濁或者發黏咗，千萬別心疼，直接倒掉。呢個唔係浪費，呢個係保命。最後亦即係第五種，亦都係我哋餐桌上最常見嘅綠葉蔬菜，似菠菜、空心菜、地瓜葉、小白菜呢類深綠色嘅蔬菜。我哋都知道多食青菜身體好，維生素多，但係呢類蔬菜亦都係最唔適合隔夜㗎。為咩呢？因為綠葉蔬菜本身含有比較高嘅硝酸鹽，呢本來對人體無害，但係經過烹飪再放置一段時間，喺細菌嘅分解作用下，呢啲硝酸鹽就會轉化成亞硝酸鹽。亞硝酸鹽呢個詞大家可能聽得耳仔都長繭咗。簡單嚟講，佢係一種潛在嘅致癌物質。雖然講偶爾食一點點，人體有代謝能力，不至於馬上點樣，但係如果你長期食隔夜嘅綠葉菜，體內嘅亞硝酸鹽累積多咗，會影響紅血球攜帶氧氣嘅能力，讓人覺得容易累、頭暈，甚至增加患癌嘅風險。而且從營養嘅角度嚟講，綠葉菜反覆加熱後顏色變黑變黃，維生素 C 同 B 群幾乎都流失光啦。食落去亦即係食個纖維而止，口感係爛爛嘅，實在沒必要為啦呢點纖維去冒健康嘅風險。所以青菜呢個種冬一定要閒炒閒食。每頓飯揸準份量，緊量別剩。講咗呢麼多不能留嘅，大家可能會想為心啊，咁係咪所有嘅剩菜都得倒地？嗰日子係過不過啦。當然唔係，除咗上邊呢五種黑名單，其他嘅菜，比如紅燒肉、燉雞、滷味或者係根莖類嘅蔬菜，
前蘿蔔、馬鈴薯，只要處理得當，第二日鞋係可以放心食㗎。呢個禮慧心教大家幾個保存剩菜嘅小撇步，呢個可是我多年總結落嚟嘅經驗。首先最重要嘅一點就係搶時間。好多朋友有個習慣，覺得熱菜不能放冰箱，要等佢完全涼透了先放水去。其實呢個係一個大迷思。食物喺室溫下，特別係夏天，細菌繁殖嘅速度係倍數成長嘅，大概喺攝氏4度到60度之間，係細菌最滋緩嘅溫度。所以我哋食完飯剩菜，如果唔燙手啦，就應該盡快放進冰箱，盡量剛喺室溫下存放嘅時間控制喺2個小時以內。夏天嘅話，最好1個小時內就進冰箱，別等佢涼透咗，咁係俾細菌留咗太多嘅繁殖時間。第二點就係要分裝。如果你煮咗一大鍋紅燒肉，明知道一頓食唔晒，咁最好喺鞋梅動筷子之前，就先將要留嘅嗰部分醒出嚟，裝進乾淨嘅保鮮盒裏，密封好，直接放冰箱。呢樣可以避免我哋食飯嘅時候，筷子翻嚟翻去造成嘅交叉污染。喺冰箱嘅擺放上亦都有講究，熟食要放喺上層，生肉生菜放喺下層。為咩呢？因為怕生食嘅血水滴落嚟污染咗熟食，而且一定要蓋好蓋子或者包好保鮮膜，防止冰箱裏嘅味道互相串門子，亦都防止細菌傳播。第三點就係第二日食嘅時候一定要徹底加熱，呢一步係最後嘅防限。攞出嚟嘅剩菜，唔管係微波爐蟹係回鍋炒，一定要熱透，中心嘅溫度要達到70度以上。基本上就係要睇到冒熱氣、湯汁滾開嘅程度，保持個幾分鐘。呢一樣可以殺死大部分喺冷藏期間可能滋生嘅細菌。不過亦都要記住，剩菜最好只熱一次，反覆加熱，不僅沒營養，亞硝酸鹽亦會增加。至於保存期限嘛，肉類稍為長一點，2-3日通常沒問題，但亦都唔要超過3日。其他嘅菜盡量都喺隔一就食完。我哋要定期清理冰箱，睇到嗰啲角落裏不知名嘅小盒子，如果想唔聲係邊日放咗去嘅，咁就別猶豫啦，趕緊丟咗吧。聊咗那麼多，其實慧心想傳達嘅觀念好簡單，我哋講究節儉，係為咗把日子過好，係為咗把資源留喺更有用嘅地方。但係節儉嘅前提永遠係健康。如果為了省嗰一盤幾十塊錢嘅剩菜，食壞了肚，甚至傷咗肝腎，讓自己受罪，讓兒女擔心，還要花大錢睇醫生，嗰呢個比賬點算都係西本嘅，你講係咪？所以對於嗰5種危險分子，海鮮、涼拌菜、溏心蛋、泡發過嘅木耳類葉蔬菜，我哋態度要堅決一點，食唔晒就處理掉。而對於其他嘅食物，我哋就用科學嘅方法密封好，盡快放冰箱，徹底加熱再食。我哋要學會做一個有智慧嘅長上人，煮飯嘅時候稍為控制一下份量，盡量做到每頓飯都剛好，食得乾淨，競技新鮮又營養，呢個先至係最高級嘅養生，亦都係對家人最深沉嘅愛。希望今日慧心嘅分享能給你嘅餐桌帶來一點點改變同幫助。如果你覺得呢啲內容對你有用嘅話，請別忘記點個讚，並且把佢分享給你身邊嘅老朋友、老姊妹們，讓我哋一齊識得健康，活得自在。感謝你嘅收聽，我係慧心，我哋下次滋味人生再見，祝大家都有個好胃口，身體健康，平安喜樂。